接下来，你来看到阅读测验嘅题型。阅读测验分为文字理解同填空选择这两种题型。在做了阅读测验题型以前，同大家强烈嘅来建议，一定要看日本汉语能力认证基本词汇。你对当中嘅词汇、佢嘅用词、佢嘅写法、佢嘅意思，就會有清楚嘅了解。比如講，像以下看到影片當中有很多嘅漢字、很多嘅詞彙，大家係咪大家都了解佢嘅意思呢？比如講，四字一四六，有陣時會通白嘅咯，會通講năng就是踩踏。比如講năng等就是踩着。但我記不下，俺家嘅草坪唔好落去năng，這麼漂亮的草坪，不要進去踩踏。家下同大家講到嘅係，但是有人看到像詞彙四字一兩五嘅，夜雄律甲，夜雄律甲，你乜意思呢？上面是這樣寫的：袒胸露肩。比如講，佢夜雄律甲打插膊，看到人來爭夾夾拿衫來做。他袒胸露肩打赤膊，看見人來才趕緊拿衣服穿。一本漢語能力綜合性認證基本詞彙嘅書，對大家來講係當重要嘅參考工具哦。還有機器 USB， 大家要拿出來彈哦。用彈 USB 來訓練你嘅彈力，聽講來訓練你嘅口說能力。看到一本書，認識當中嘅漢語漢字，還有客家詞彙嘅意思，閱讀測驗就冇問題嘅。再來就係聽來做一個漢語嘅書寫，相信大家做得當輕鬆嘅來通過漢語能力綜合性認證。